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哥组织咱做伙来，今仔日来到最面前来敬拜伊，请咱家己灭倒，咱来先安静咱的心，互咱会当开咱的心，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领受着主对咱的祝福甲启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伫咱即个透早会当搁三到主日唱歌学乐伊。主是圣洁公义的救主，看伫咱的学乐，咱就用敬拜来回应主的疼。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辉能力，你的听比山高，比海较深，满有丰盛无尽的稳定。耶稣，官兵统管万有。看伫荣耀尊贵学乐，我的心诚实来献上敬拜，坐伫宝座顶上听我的主，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辉能力，你的听比山高，比海较深，满有丰盛无尽的稳定。耶稣，官兵掌管万有。看伫荣耀尊贵学乐，我的心诚实来献上敬拜，坐伫宝座顶上听我的主，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你的疼，予我的主，予我祷告卡无你，用心来敬拜你，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你的疼，予我的主，予我祷告卡无你，用心来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辉能力，你的听比山高，比海较深，满
满有风心无尽的问题。耶稣，愿并将看万有摊伫，荣耀尊贵而乐。我的心诚实来献上敬拜，这地宝座顶上听我的主。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你的疼，予我的主，予我倒倒脚无你，用心来敬拜。咱举起咱的手。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主的疼，予我的主，予我倒倒脚无你，用心来敬拜你，用心来敬拜你。用心来敬拜你，在咱做伙起立来学乐，用欢喜的心献就咱学乐的歌。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信实广大，你信实广大，天命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天命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高有秘永留在这里。听咱甲四周的人讲，你有喜乐无？有喜乐无？咱甲对头来学了。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信实广大，你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高有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何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高有必永留在这里。
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咱就咱的歌声献给咱的主，感谢主，谢谢主是赐平安的主。当咱祈祷的时阵，主就是应允的主；当咱祈求的时，就要找到主，因为主耶稣咱所怀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要叫咱的将来有望、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将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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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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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所赐的意念。我们呼求你，我
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我们专心来寻求你，专心寻就必定寻见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寻求你，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咱每一个人拢受到主的呼召，咱来加做伊的囝儿，主对咱是有满满荣耀的呼召，咱着奉献家己，加做主的器皿，互伊来使用。主的丰盛的确要创造关押咱，互咱的内面有极大的快乐，会当服侍主。咱将家己奉献加做偌济。将家己奉献，才做偌济，做主圣家贵重的器具。你丰盛恩惠要创造关押我，予我器具来充满叫大快乐。奉献才做偌济，做主圣家贵重的器具。你丰盛恩惠要创造关押我，予我器具来充满叫大快乐。也去相求了你我主，专心专灵献予你耶稣，一生一意我主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差的表来走，将家己。奉献才做偌济，做主圣家贵重的器具。你丰盛恩惠要创造关押我，予我器具来充满叫大快乐，举起双手。也去相求了你我主，专心专灵献予你耶稣，一生一意我主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差的表来走，咱来选个。也去相求了你我主，专心专意献予你耶稣，一生一意我主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差的表来走，军队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军队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军队耶稣
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举起双手，举起双手，爱了你我主，全心全意献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我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在的表来走。一生一意，我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在的表来走。感谢你，互阮会当真做上帝你施恩蒙恩的囝儿。主啊，阮是上帝你的儿女，阮着常常献祭，将阮的性命献上，真做主你所乐用的器具。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阮会当明白深知，伫圣神的引带带领内底，阮相信这是一个荣耀的冠冕，这是会当互阮的性命来真做上帝你欢喜的囝儿，真做欢喜的器具，真做一个荣耀的器具。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主你的面头前的时，互阮明白，阮的生命是何等的贵重，是何等上帝你所祝福甲祝福的人。愿上帝你祝福阮，帮助阮，常常举起阮的双手，将阮的心献上来学了主上帝。愿上帝你帮助阮。那真做一个俄勒上赞用光归予主的器具，搁较要紧，阮会当真做完成大使命，传承上帝国爱阮做的工课，传扬福音，引带人来认捌主耶稣。愿上帝你引带阮，搁一摆来到伫主你的面头前，阮会当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愿上帝你祝福阮，也引带阮下面的时间，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使徒信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从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来启用上帝话。启用文35，箴言第4篇。咱三个来启用。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要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唔通放杀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的囝，是老母上疼的抱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住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唔通袂记定。嘛唔通放杀我所讲的话。唔通缺乏智慧，伊会保护你。着意爱智慧，才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注视你一切所有来对话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严。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会受。
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引带你行正直的道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路，你走若袂拄着大岛，着持守驾驶，毋通放松。着谨慎保守，因为智慧是你的大命。咱这是啥圣歌队来吟诗学了上帝？
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咱要读的经节是《约翰福音书》14章15节到20节，《约翰福音书》16章13节到14节。我用台语汉日本来读。上帝话安尼讲：你若听我，就要守我的命令，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各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住，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袂接纳的，因为无看见伊，阁毋捌伊，独独捌伊，因为伊甲恁相较大，阁要踮伫恁。18节，我无要放杀我无要放杀恁做无爸囝，我来就近你。一粒仔久，世间无阁看见我，独独恁看见我，因为我活，恁也活。迄日，恁要知我踮伫我的爸，恁踮伫我，我踮伫恁。16章13节到14节，到真理的神来，伊要带恁入伫一切真理，因为伊毋是要凭家己来讲。是将伊所要听见的来讲，搁要用着要来的事报恁。14节，伊要应光我，因为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应。咱即时咱要来请提摩太这小朋友要来献诗学到上帝。今仔日提摩太，阮迄个小朋友，因为今仔日是父亲节，所以阮有献诗吼，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祝福，还是未来会当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囡仔。然后阮今仔日所要献唱的这首诗歌是《英雄爸爸》，吼，内底吼有足侪句是爸爸，我要邀请咱兄弟吼。只要囡仔若去笑着迄个“爸爸”两字的时候，你着喂，甲阮鼓励一下吼，嘿，甲阮鼓励一下安尼吼，来，喂那个啥。
摆甲遮个小朋友吼，拍抱啊，甲因鼓励一下吼。非常感谢主，看见遮个细囝咱豆豆咧大汉吼，嘛会当伫今仔日的中间带互咱真欢喜真快乐，嘛看见伫因的成长的中间，咱着爱更加有尽咱的本分来甲因关心甲带导。求上帝赐福遮每一个细囝关怀遮个细囝的老师，嘛互因有智慧，嘛互因有对上帝遐来听，来固守遮个细囝平安大汉。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吼，你着好好固守你边仔的身躯边的小朋友，你着好好固守你身躯边的小朋友。每一个细囝拢是上帝互咱的好的产业，也无论伫因的情绪也好，有侪无相款的即个变化，亲像头拄吼，即个信歌伫咧献诗的时阵，伊嘛咧唱歌吼，当然因唱歌的方式较无像，就是对话啦。甲因的边仔兄弟姊妹伫遐有可能小可冤一下假的吼，冤假者，也是咧讨论的中间，我感觉迄拢是一个真好的对话。要紧的是咱要安怎甲因陪伴甲教导。这时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感谢主你，感谢主你的听，固守阮，互阮会当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三角来认捌上帝你的话语。主，阮诚做上帝你的儿女。伫这世间上认捌主你是何等大的福气，阮会当知影，阮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相信你是对死人中高活、互无变有的上帝。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阮需要承接这款的信心甲信仰，伫神的内底去经验、去经历、去领受主上帝你伫阮教会、伫阮每一个信主你的人的身上，要安怎样来领受？这个稳定美好的应允，恳求上帝你将平安赏赐予阮，将望也赏赐予阮，互阮毋那看见，嘛互阮的信心带出好的行动，也互阮有全新的意向，日日为主你来活，为主你来行。主啊，今仔日也是每一当，逐教会的兄弟姊妹伫遐纪念厝内底做老爸角色的兄弟的主日。主，阮特别要为着遮的每一个老爸，甚至伫阮身躯边、伫家庭的中间，担任老爸角色男性兄弟来特别来为因来祈祷。恳求上帝你引带阮来认捌，做一个家庭的头、丈夫、老爸角色，毋那是一位带有权柄、领导的生命的内涵，嘛着伫听的内底尽到完全牺牲，用拼空家己的生命的态度来建立和睦、温暖。阁有活命的家庭，主啊，阮伫你面头前，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得主你的欢喜，用人的祝福，用上帝你的祝福，也会当伫世间上的日日为主你来活。愿上帝你用你的话，搁一摆来激励阮逐人的内心，勇壮阮的生命，认捌阮的生命会当认捌主，有真做有福气的人。阮相信上帝你毋那要赏赐互阮有丰盛的生命，坚固阮的灵魂。也要将心开阔眼界，赏赐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边兄弟姊妹较看一下，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感谢上帝带领咱每一摆会当三甲自执敬拜上帝。我相信每一摆敬拜，咱拢得期待咱的生命有想要得到活命、丰盛。甚至有平安的望，阿免。你有想要得到无？还是你敢若要来看卖看牧师你咧讲啥？讲毋对，我来甲你记录一下。还是讲牧师看你要讲啥吼？看有倒位漏沟去，我来甲你补充咧。兄弟姊妹，当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来拼空家己。搁一摆伫上帝听的内底，来三甲做伙来记着主。所以甲你边兄弟姊妹讲，你着爱看记着主。你着爱见着主，要安怎见着主？要安怎见着主？搁一摆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着爱认捌伊啊！好，你毋是认捌我吴牧师啦，你是爱认捌吴牧师所嘴所讲的话，伫今日咱所三甲做伙对上帝话所领受的。所以兄弟姊妹，认捌上帝，认捌上帝，咱伫顶礼拜咧讲起，诚做认捌做咱的上帝，咱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国度观，对无？
什么是基督徒的国度观？基督徒的国度观，我认为唔是基督徒较足够啊，讲话足大声啊，足厉害啊，吼，迄种成功的神学唔是。基督徒咧讲的，嘛唔是亲像世间上的人咧讲的，伫动物界吼咧讲的弱肉强食啊，吼，你较牛，你较有才调，对无？啊，你较有能力，唔是即种。基督徒咧讲的是步调一致，会当成做上帝大能的军队啊。所以，甲你边仔兄弟看一下哦，甲伊讲哦，讲你是上帝的军队，你是军队的一员呐、你会知影你是上帝为主做征战，伫世间的年日，人拢在看咱呐，对无？对无？基督徒毋敢毋是安尼吗？我今日来到教会吼，听牧师讲道了吼，感觉我遐受福足丰富的。但是咱出去外口面的时阵吼，咱来摕出来用呢，要拿出来用呢，要带出有盼望、有能力的生命，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步调如果不一致啊，这个军队就像散沙一样啊，对不？一个军队，若是大家人的行脚步无一致，没有一致，相对的就怎么样？冲突就产生了。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基督徒的国度观必须得爱伫彼此相听的内底，来建立跟上帝一个对焦，在上帝所托付的使命上。所以我要问咱要认捌主的心意。敢毋是，就是咱今仔日要好好来认捌，到底爸的心意是啥嘛？认捌做咱的上帝，敢毋是，就是爱认捌即个爸上帝的心意嘛？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来明白，学习彼此相听的心，就是爱伫耶稣基督做咱生命的头，顺服伊，甚至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才会当显明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一生的年日，伊嘛有伊的私欲哦，耶稣也有他的私欲哦，他也想要照他自己的方式，也是想要说，我该咱卖定是不是假？有无？哦，伊伫克西马尼园优秀，伊嘛是心来讲，主啊，我的爸啊，乃当将这个苦杯啊离开我，但是毋是照我的意思呢，是照你的意思呢。其实伊嘛会想啊，伊做3摆祈祷呢。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伊会当显明上帝的荣耀，是因为伊有尊探伊的爸会顺服伊的心意。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要认捌这个造你的上帝，你得爱认捌这个老爸。你要认捌造你的这个老爸，造你的上帝，你得爱认捌这个老爸。兄弟姊妹，你有认捌你的老爸无？你敢有捌你的老爸？其实有足侪时阵吼，家庭的内底咱拢无认捌咱的爸爸。吼，真正啊！我等下甲你讲几个故事，你就会当理解为什么。所以咱先大先咱先来讲，什么是彼此相听？基督徒彼此相听的心第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吼，讲彼此相爱必须要有3步跟3要啦。第一步，不要骄傲，吼，彼此相听吼。我感觉伊这4个字吼。伊的重要性吼，毋是伫相听，毋那伫相听，你得爱彼此啊，爱有彼此即个关系啦。就是讲，毋通你无迄个彼此的关系，你敢若讲你有疼，爱了解无？所以一个人伊讲伊有疼，但是你看伊甲人的关系安怎处理无好，迄是无路用的。所以基督徒伫信仰上，咱毋是敢若咧讲，咱得爱学习要安怎疼。咱得爱学习，要安怎彼此认捌彼此的关系。你认识你旁边的人吗？你认识你的牧师吗？你的牧师有没有认识你啊？你的牧师有没有知道你的需要啊？你的身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真实的了解你啊？所以兄弟姊妹，要听一个人无遐容易。你若无彼此认捌的关系，你无法当知影什么是听。所以兄弟姊妹，不骄傲，不敌对，不嫉妒，这是3步的法则。伊跟我讲的3要哈，要有温柔的心、温柔的心，彼此分担，勇敢负责任。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提醒。要听一个人，咱得爱唔通骄傲，你唔通
也做讲你家己做够，吼，靠你家己。你讲你有疼心，物件摕去互人，人就要甲你收呢，毋是安尼呢。物件要互人，你着爱安怎？你袂使有骄傲呢。讲，这物件是我摕的呢，吼，我互你的呢。啊，你着安怎？你也着爱甲我回应啥呢？毋是安尼呢，这是骄傲的，不敌对，我们也不嫉妒。不要要有什么温柔的心呐、温柔的心，彼此分担，勇敢负责。所以兄弟姊妹。每一个信徒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咱是做伙组织，对吧？对吧？咱是安怎？这做伙就是啥？就是彼此的关系啊。咱是做伙学了上帝，服侍上帝，对吧？这就是彼此的关系。所以，想让咱伫敬拜中间，咱来到主的面前做伙敬拜上帝，咱袂使安怎？咱袂使无要插对方啦，咱袂使安怎？忧头苦面啦。咱得保持有一个欢喜的心，三甲做伙来用学了咱的主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要了解，咱来当愈来愈了解这个爸上帝的心意啊。做老爸的心意，会当帮助咱更较认捌这个主上帝。其实世间上有真侪观点，咱拢会当理解，一切都是男人所惹的祸。敢有听过这句话？有嘛？有啊。我会记我问我的牧师娘啊，我讲，牧师娘，啊，你敢会感觉你嫁我啊？你即摆感想是啥？伊讲我被你骗了。过去我曾经听过这句话，我就甲伊问为什么？伊讲有时你讲一套做一套，真正的呢。所以想让咱即摆有看过迄个电视节目吼，迄广告讲啥？查甫人啊，出一支喙啊！你看大家拢会笑啊，大家拢知吼，拢有听过。其实咱有当时生活上，敢若嘛是安尼，好，所以兄弟姊妹，丈夫做兄弟的，还未进入婚姻的青少年，只要你是兄弟的，你是男性，你要知影，毋是敢若讲，更较要紧的是你要知影，你要安怎样伫厝内底，伫即个疼的大家庭的内底，丈夫是做某的头。甚至基督是教会的头，嘛是伊也是这个身躯的救主。这是以弗所书第5章23节所讲起的。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明白，伫教会这个家庭的内底，上帝做老爸的心意是啥物？了解无？所以咱来了解哦。耶稣是安怎伊称呼天灵的上帝是称呼天爸啊，天灵的老爸。所以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有认捌你厝内底的老爸无？检测你的老爸已经无伫这个世间，但是有过去你若有侪误解，甚至有错误，甚至有伤害的过程的中间，加减减。但是咱爱伫主的面头前，为着咱伫厝里的老爸来祈祷，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搁一摆引带咱，互咱伫即个家庭的中间。扮演好做一个男性，做一个兄弟，甚至要做一个丈夫的角色。兄弟姊妹，你边啊头前隔壁的兄弟，甲伊讲，你是上帝伫家庭所扮演要紧的角色。你是上帝伫家庭的中间所扮演好的角色。爱甲伊讲哦，看哦，头前边啊吼有迄兄弟的哦，好前后左右有弟兄做丈夫的哦。跟他说一下哈，鼓励他一下哈。你位兄弟姊妹，箴言第3章第11节到12节讲，我的囝，你唔通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唔通厌烦伊的啥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疼，伊要责备，那亲像老爸责备伊所疼的囝儿。兄弟姊妹，我感觉这句话真有意思。这礼拜，当我咧用这个微波炉吼，要将这个过顿的菜吼，内底有个鸟仔卵吼，烟吞仔卵吼，嘛有一寡菜吼，做伙微波。伫微波的中间，无中地暖香香，嘣一声，足大声吼。咱知影吼，微波炉内面毋通放鸡卵去微波啦。我香香袂记哩啦，砰一声了，讲哇嗨啦，掀开了，迄刚拄礼拜3啦，拄好门徒训练，准备时间要到啊吼。我就赶去甲牧师娘讲，牧师娘，歹势哈，等下吼，麻烦你帮我洗清清的吼。你毋知影，
阮的囝，阮第二后生吼，吴宇恩吼，伊讲：哦，爸爸，你自己弄的，你自己处理。哦，我的面色我变了足无好看。我甲伊讲，吴宇恩，你是安怎安尼讲？恁妈妈下晡带姐弟弟去注射看喙齿，啊，爸爸为着恁煮饭，佮下水果互恁食，你竟然无同理爸爸，你竟然佮讲即个话，你无同理我，无同理我的感受，你竟然佮安尼讲，兄弟姊妹，伫迄过程的中间，你会当理解我为虾米要安尼讲，因为我要互伊知影老爸的心意是啥。伊才会当安怎认捌即个老爸的心意，伊才有法当伫即个家庭的内底安怎做和睦三厅的一份子嘛，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囝儿爱教无？爱呢？你若一开始听到我讲，我想要安尼对囝儿讲话吼，有真侪即个爱家人士哦，有当时无认同安尼做法的。但是对我来讲，我感觉会使，应该爱教，爱互了解。我自己做的当然自己负责啊，但是我当下就是很忙，很需要赶快有人帮我啊，我也要顺便教导我的孩子。这敢不是这句话，圣经咧讲的这句话嘛？咱的上帝，伊意爱咱会当遵照伊圣经的话来行来做。圣经的话语有很多对我们的教导，甚至有些时候牧师要对你讲的话，你可能做气场，但是你爱当理解，那亲像圣经所讲的，伊所责备的，你爱知影这那亲像老爸疼囝。牧师若无疼咱，我袂想要甲恁讲这个，互你顾在你安怎？顾在你去，我顾在你安怎？你顾在你去，人讲的足歹听的吼，顾在你去丧失你的性命。兄弟姊妹，一个有疼的教会，一个有疼的信仰。咱着爱入捌，咱的主上帝是用安尼咧教导咱，所以兄弟姊妹，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耶稣过去的时，看到一个人，生来就是安怎青眉，门徒问耶稣讲啊，老师啊，这人生来的青眉到底是犯什么罪啊？是这个人的问题吗？还是伊的老爸啊、爸母啊？耶稣甲伊回答。毋是这个人犯什么罪啦，嘛毋是伊的爸母犯什么罪啦，是因为伊要伫伊的心中安怎显明上帝作为啊。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哦，无论你的情景如何，上帝要伫你的生命中显出伊的作为来。来，甲你讲，无论你的即摆生命如何，上帝拢要伫你的心中显明伊的作为。所以兄弟姊妹。无论你安怎样，会记得上帝有伊的心意。上帝爱咱的生命，会当显明上帝伊美好的心意。所以兄弟姊妹，你要了解这段圣经节。其实门徒在问耶稣，就哪亲像咧探讨的是律法，犯什么罪啦？只是探讨律法的角度。但是咧，耶稣咧甲因讲的，是咧甲因讲啥？是咧讲上帝的心意。所以。基督徒不是要用律法去定人的罪，不是做倒位做无够，安怎样你就该定罪啦，袂使啦。你就要用听，求上帝怜悯你，求上帝给伊帮助你，转换伊的观念，好好来学习跟对耶稣基督。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了解上帝做老爸的心意是啥物，咱才会当了解，会当帮助咱来认捌。这个做咱的上帝是啥物？所以兄弟姊妹，这需要啥物？甲你边仔兄弟讲哦，你需要有启示的灵，你需要有启示的灵。兄弟姊妹，启示的灵何等的重要！以弗所书第1章第17节安尼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永光的爸上帝，赏赐互恁智慧、甲启示的灵啊，互恁会当真正认捌伊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真正要认捌上帝，毋是靠你的理性，你要去求讨圣神来感动你的心。亲像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内底有讲起，真理的灵啊，圣灵它会让你，圣神会帮助你，
互你毋若有感动，嘛互你真正知影真理是啥物。你要安怎做？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来知影上帝心意？咱必须爱增加甲上帝亲密的机会。我毋知影你甲上帝，你平常时的灵修的生活是啥物？你有常常咧祈祷无？你有常常咧听主的话无？最近我看见咱的同工，伊拢会伫咱的群组咱会分享伊所看希伯来书。有机会，你若有想要顶礼拜牧师有甲咱分享着，希伯来书是咧讲一个人的生命会当达到成熟、成熟的一个书卷。所以，这个同工伊嘛伫咧分享的中间去分享生命的真理，我感觉真好。牧师嘛鼓励咱灵修祈祷，就爱常常伫分享的中间去认捌到底咱的生命的阶段、阶段是安怎样。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要增加甲主亲密的程度，自然会决定你启上帝会启示咱的程度是啥物货。意思是啥？倒边话来讲，你感受不到上帝启示你，是因为什么关系？你看这个顺序，你若甲倒边看，你若感受袂到上帝甲你启示啥物，无感动啦。我甲你简单甲你讲啦，你袂有感动啦，通常是啥？代表其实你甲上帝关系无介好哦，这是真实咯。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其实我认为每一摆你若去听人咧讲话，你若认真去思考，其实感动拢会伫你的心内，你会去体会出来。无感动，当然有可能当下，现场的你家己本身可能拄啊身体作忝，忧愁看路的事真多，嘛有可能你安怎？你看的目标无伫遮，所以咱来了解上帝所启示咱的这个灵的感动甲深度，是决定伫你甲上帝的关系啦。所以基督徒是安怎？你会看到有的人来到教会，伊咧听讲道也好，敬拜也好，伊拢保持有迄种感动啊。我看到这个咱拜六即摆这个有一个金会长伊咧刻字纸纸，爱昨伊即摆拜六来参加华语礼拜。我每一摆我看到伊咧敬拜，阿门，学了主，拢足注意专注咧听牧师讲的每一句话哦，真正是每一句哦。而且拢会甲我回应哦，哇！我感觉迄真正是无相款，所以我感受会到，这个人上帝毋若互伊有这种启示的感动的灵，嘛互伊甲上帝关系是足密切的。所以你毋知影，伊平常时伊会为着伊这换的这个日子纸100块、200块，伊偌感谢上帝。伊讲牧师。我就是期待有机会，我欠这钱当奉献给上帝。我就看到圣经内面，这个耶稣在甲门徒咧讲这个寡妇的奉献，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心，你的启示、你的感动的深度，是决定你甲主的亲密的关系。倒边话来讲嘛会使，你甲主亲密的关系，也决定着你的啥？你的感动、启示是啥？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咧甲上帝求讨、祈祷，讲主啊，互我知，我要安怎样，知影我接下要安怎来决定这样代志。其实你爱好好灵修祈祷，你毋是干那要求的时阵才来祈祷，拢平常时无要灵修，无要看圣经。其实我甲你讲，你真恶直的人了解。所以兄弟姊妹，圣经今日咱所看圣经节14章的头前半段第6节。到14节，牧师要带领咱搁一摆来看。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活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恁若认捌我，也就认捌我的爸。对答了后，恁认捌伊，而且已经看见伊。毋若认捌咯，是看见伊哦。这个回应问到了，搁甲耶稣问啊，伊讲：耶稣啊，求主求你啦求你将爸显明互阮看，阮就会当知足啊！耶稣就对伊讲讲回力啊，我甲恁遮久做伙遮久
啊，恁还阁无熟悉我吗？人若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爸上帝。所以你要安怎讲叫我赏赐互你咧？我举一个譬如啦，有学生捌安尼甲我问过吼，过去有当工会安尼甲我问讲，牧师，我要安怎会当亲像你安尼会当祈祷，啊，阁会当安尼讲？我讲你爱灵修啊，你爱甲上帝有关系、亲密的关系啊。伊讲，但是我嘛安尼做啊，但是我啥拢体会袂到。我讲安尼好，你对我做，好，我带你做伙来看圣经，啊，你看我咧做啥物，啊，你就会当了解。耶稣就是安尼，伫甲腓力讲啦，安尼够了解啊？好，有无？你为我祈祷，你到底是安怎用的？我啥拢体会袂到。耶稣讲啊，你都对我，你对我遮久啊，你阁毋捌吗？甲你边兄弟姊妹讲，你有一个军队的人无？有人咧对你无啦？有人咧对你无啦？传福音就是安尼啦。身躯边的人，只要是你的朋友，其实就是上帝要互你伊传福音的机会。啊，你著爱甲伊带啊！啊，你若无要甲带，你若无有一个亲像耶稣的即种的生命，兄弟姊妹。真理活命的话无伫你的内底，因为这个人无想要对你啊。人若会想要对你，是因为伫对你的中间，我知影，伫你的身上我会当学习到。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上帝的话，伫甲咱讲。耶稣讲我伫爸内底，爸也伫我内底，你毋信吗？敢毋是安尼？我若假使他多我譬如的迄个，我讲的迄个故事，我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你从我身上，为什么你想要学我？因为我从你身上看见了，好像有上帝，好像天使一样。你有听过无？你有听过有人来讲，他好像是我的天使，有没有？兄弟姊妹，主讲我对恁所讲的话，不是凭着家己讲的，乃是踮伫我内底白做伊家己的代志啊。恁着信我，我伫爸内底，爸也伫我内底。搁一摆重复，搁一摆讲哦，知唔知咯？最后，伊讲啥？你做伙来看。伊讲，就算你若毋信吼，嘛着因为我所做的代志来信我。什么意思？我讲你若无要信我，无要紧。你至少嘛看我安尼遮尔得到稳定甲祝福，你嘛着爱安尼来信啊，敢毋是？今日你若看到一个股神伫你的身躯边，足够趁钱的人，你会想要去甲伊问无？会袂？因为伊所做的就是安怎？真正足丰富啊，敢毋是？你看到一个人穿甲足水，你会去，你要穿好穿一个足水的衫，要互伊穿好看，你一定会去问迄个啥？足敖的人嘛，你袂去问迄袂晓穿的人嘛。所以兄弟姊妹，就算即个人伊袂晓讲，袂晓安怎，你嘛会信伊所显明出来的代志。耶稣咧讲就是安尼，你就算袂当信，你嘛得爱信我所做的代志来信我吧。耶稣讲。咱看耶稣有做足侪奇妙的事无？有无？伊伫新约记事，一直拢互咱看见迄个信心的所在。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所做的代志，信我的人要做，而且要做咧比这更较大的事，因为我要往爸遐去。意思讲，你嘛会使啦，你们也可以啦，不是我而已啦，你们也可以。所以兄弟姊妹。我们是不是上帝的代言人？是，咱拢是上帝的代言人。你会当扮演好的角色。我常常咧看见圣歌队的指挥，我最爱看圣歌队的指挥，伊咧讲啥物，伊咧做啥物，伊咧表达啥物，伊咧表达的是音乐吗？还是咧表达的是生命？我唔知影每一个圣歌队员，恁安怎咧唱歌？恁咧唱歌的过程的中间，你有咧看见这个指挥伊咧讲的迄个核心价值无？当你若有咧掠到这个机会时，你就会知影，你就会要安怎对伊来行。不管什么机会来，我就是对伊行。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基督徒的态度。兄弟姊妹，咱要安怎认捌这个主？当圣神降临伫信徒的身上，咱就要看见。所以。约翰福音14章第13节讲：恁着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要甲恁成就。叫爸，因为叫
囝来得到荣耀。恁着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嘛要成就。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知影，咱的生命是要荣光主上帝。我们要荣耀神的生命，但是咱的生命有咧求无？你敢会求？还是你讲食到这个会啊，要求啊，马上求过啊，求都求过了，成就成就了啊，不成啊，现在也不用了啦。我告诉你，这叫等死的生命啊，等蒙召的生命啊。人的生命要有意向，要的眼光。所以兄弟姊妹，你边兄弟姊妹给鼓励一下，跟他鼓励一下，跟他讲，你的生命要荣耀神，你的生命要荣光上帝，要荣光上帝，要荣耀神。我觉得我非常，我记得牧师也期待我们大家一起为玉成祷告。好，牧师上一次跟大家不小心在台上讲了说，他上次好像有一个工作马上就给他了那可是后来他并没有在那边工作，他又选择就放弃了。但是在那过程当中，其实牧师也在检讨说，哇，我是不是讲太快了？可是其实我心里面我一直很放心，我知道上帝会带领他的儿女能够走在更好的、更丰盛的道路上。所以当他下个礼拜一明天开始，他就有一个新的工作，他是要做这个法文的翻译，是这个企业，伊咧做这个汽车的这个电火这个是外销相关的法文翻译的。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套路，这是爱有非常有这个语言的文书能力的人，伊才有法度承担的。所以咱要常常为着咱身躯边的人来祈祷。牧师伫遮咧讲，不是要给你压力哦，不是要给你太大压力。哇，牧师啊，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教会基督徒，我们都时常用这样的方式彼此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咱有常常咧奉主的名求什么无？我也期待我们奉主的名宣告说：主啊，我们的生命要过得胜的生命，神就要成就我们。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迄当时，无论是第一，对于想要去出国也好，读册也好，我感觉上帝必然会当为伊备办一个更加丰富的道路来行。真正上帝已经咧甲伊铺路。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上帝爱咱人物，今日咱所看圣经节，一开始甲咱讲起，恁若听我，就爱安那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兄弟姊妹，圣经讲，咱若求爸，爸就要守赐互恁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通甲恁三甲地地，伊就是什么？真理的灵啦。所以兄弟姊妹，圣神是啥？咱基督徒咧追求圣神的充满，圣灵的充满，实际上要得着有真理的生命。如果圣灵充满没有帮助你得着真理的心、真理的智慧，安尼你无法度通认捌圣经的真理。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所看圣经在咧甲咱讲起，一个人认捌主的命令，就爱证明伊听主要安怎做，就是爱遵守主的命令。所以兄弟姊妹，搁一摆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做伙来学习遵守主的诫命，咱做伙来学习遵守主的诫命，尽心尽力听主的上帝，对无？然后咱该安怎听厝边亲像家己，听心若无有顺服啦、顺服啦，便是死的。人的听心哪会当大啦？伊的遵守命令的态度、程度就哪悬啦？也就是讲，一个人若遵守命令的配合度愈好，伊的听心也就愈悬啦。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一个人的生命要当得到更加丰富，拢爱伫顺服的内底，彼此顺服，彼此成全，彼此学习，激励生命就会哪来哪成长。所以上帝不断地透过无相款的管道、无相款的方式，阶段性地介绍伊家己，互咱认捌伊是甚物款的上帝。甚至对咱每一个人的启示的生命内底，上帝是按照每一个人无相款的认捌、较无的程度、渴慕的程度来启示我们他的能力跟智慧。所以你告诉我，你要问我，牧师，你认为上帝是怎样的上帝？那也只是我所讲的上帝，懂了吗？我所认识的上帝，只有你亲身去经验到，否则你经验不出来牧师所讲的。
爱了解无？你若无要灵修祈祷，干那要听牧师讲道，会当了解偌济？我甲你讲，迄拢真有限。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着爱学习，上帝托住咱的使命，有存在最关键性的争论啊！什么意思？你认为上帝有互你使命无？无拄拄咧。对有一寡人无拄拄是认为的安尼，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啊！吼，我囝嘛拢生啊，吼，厝嘛拢已经有啊。伊甲我讲的是这样呢。我后来发现，他人生的使命都还没有去认识到。咱来了解哦，上帝所托住咱每一个人的使命有真侪争论性。你会看我对话，你的心内嘛会常常咧想讲，为什么我着爱去传福音？敢若传福音这个问题就是争论啊呢？敢毋是嘛？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爱传福音无？爱无？爱呢？但是咱往往咱无了解，传福音对咱来讲才要紧。所以兄弟姊妹，咱甲上帝的关系深浅，取决于咱所认捌上帝作为的程度啦。你有看见有个人伫个生命，伊拢会分享见证，讲上帝伫我的生命安怎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有无？这叫上帝的作为嘛，对不对？所以上帝的作为在你身上，如果做得更多、更丰富，你就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就会特别好，对吧？这一定的啊！你甲你的朋友就是安尼啊。朋友若甲你的关系，伊若付出足侪心力伫你的身上，你就安怎甲这朋友足好啊，足自然的嘛。兄弟姊妹，上帝关系跟上帝关系的深浅，取决于你这个生命的委身甲顺服，嘛是共款。所以甲你边兄弟讲哦，你着爱搁较顺服上帝。搁甲伊讲，上帝甲你的关系搁如何？咱往往拢想讲，啊，你上帝拢知影我是伊的囝儿女啊，我毋免看伊，搁特别做啥物啦。其实毋是安尼。我认为人要好好的去灵修、祷告，去寻求跟神的关系、跟认识与了解。所以兄弟姊妹，如果你跟上帝关系深浅，这个关系其实是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毋是会当领受到迄个生命蒙福实现的应允啊？生命蒙福的实现是在于你跟上帝关系深浅啊，爱了解无？这是必然的嘛，必然的嘛。如果不是必然的，那我们干嘛求啊？反正每一个人基督徒都每一个人都很丰富啊，每一个人都很富有啊，每一个人都怎样？每一个人都钱很多啊，有吗？并不是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健康呢，是不是？啊，如果那是拢安呢，就好啊。但实际上并不是。所以蒙福的条件在于你跟上帝的关系，我认为这真要紧。所以，咱来了解，你可能会感觉讲，牧师，啊，我的机遇安尼哦，我要安怎做？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调整你的脚步，还有调整你的心态。心态甲骹步是要实现嘛，对不？啊，然后你的心态真要紧，你心态啦调整好，骹步就无共款嘛。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知影上帝为父的心意？咱来知影哦，上帝有对你显明无？来，我再问各位哦，我们好好想这个问题哦。上帝有没有对你说话？有没有对你显明呐？我的牧师吼，细汉吼，其实我真讨厌我的老爸啦，因为我的老爸吼真歹，足歹。顶面我有一个兄哥，我的兄哥真勇壮，做工课真有力。每一摆我来看我的兄哥咧做工课吼。我的老爸来讲，无力3比8，要加食我，慢吞吞，有哦，有力甲无力吼，真正有差哦，对无？啊，做读册咧，共款呢。我有一个妹妹吼，伫即摆伫学校咧做老师，过去读册足够读，吼。啊，我是安怎？我是足认真咧读，啊，奇怪了读袂好咧，足奇怪的。你有迄看考运不佳了，考运不好。我真正是这款人，我做认真，但是考试成绩无好。我拄业力中，但是我的老爸拢会甲我要求。啊，我每一摆吼上放松的时阵，就是对我的老爸去钓鱼。但是我甲你讲，连钓鱼我嘛做艰苦，因为我爸爸咧一直游，啊，我的兄哥嘛咧一直游鱼啊，一直游起来，
偏偏我若扭断去啦，安怎啦？吼，我就讲咧，人会甲我念，创啥话钓一个鱼啊，拢无要，也无要学，也无要安怎哟？伫迄过程的中间，我足伤心，足艰苦。我认为我这个老爸有够严格，有够歹，我的心内是真艰苦。但是我爱甲你讲，迄当时的我是无认捌我的老爸。即摆我是比我较早，搁较认捌我的老爸，甚至我搁较疼伊。爱了解无？你若认捌即个爸，有咧对你讲话无？有咧对你显明无？伊咧甲你讲啥物？你有了解无？你若有了解，就决定了你甲伊的关系啦。啊，你若无了解咧，你就是认为伊是外歹拄外歹，敢毋是？啊，即个上帝就是安尼呢。有真侪人认捌，我甲你求特，我跟你祷告，上帝啊，你好像都没有应许我哎，你根本就不明白这位上帝的心意啊！你认为他好像都没有在对你说话，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有咧对咱显明无？有呢。上帝有咧对咱讲话呢，咱来了解。我需要带咱做伙来看3个圣经节。上帝是安怎伊咧对咱讲话？诗篇139篇16节，我袂伫形成的体质的内底，你的眼目已经早就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要未度过，我还没有度过一日，你就已经写伫你的生命册顶面啦。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常常咧甲咱讲起，伊的奇妙智慧伫咱还未出母胎的时阵，伊就认捌来咱，敢毋是？敢毋是咧对咱讲话吗？你有认为安尼无？好像只有几位哦。这一段话，牧师要送给各位，大家好好去思考。上帝其实伫咱还未出世时，就命定咱的生命。第二，上帝伊对咱人显明啥物？对悖逆的人的百姓，有真侪困境的环境、破病、拄着无法当解决的困难，会兴起别人来甲你抵挡、批评、论断、甲诽谤。兄弟姊妹，上帝敢毋是咧对咱讲话吗？敢毋是吗？敢毋是要互咱的生命会当伫即个困难的中间，爱去解决问题、去突破吗？爱无？需不需要？是需要的。爱了解无？上帝佮甲咱讲啥物？清心的人，马太福音书8章5章8节讲哪？清心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看见上帝。上帝有对你讲话，有对你显明无？敢毋是你的心有清心无？了解无？一个人的心若有清心，我相信伊绝对会当认捌即个上帝咧讲啥物意思。伊真做你的老爸，安怎咧显明伫你的生命中？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诗篇18篇25节到26节安尼讲：主爱的人，你以慈爱对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用清气来对待伊。乖僻的人，你用弯巧来对待伊；困苦的百姓，你要拯救；骄傲的眼目，你也要互伊降做卑微。兄弟姊妹，圣经安尼咧讲，但是有当时咱人偏偏拢爱安怎做，对无？所以兄弟姊妹，咱学习，学习认捌咱的上帝。约翰福音14章11节讲：恁着信我伫爸内底，爸也伫我内底。就算恁也毋信，嘛得因为我所做的代志来信我。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伫咱身躯边的人有真侪人的生命中，经历上帝无限的疼痛甲新约之事。我相信这些拢是上帝所做的事。你着为着安尼，就算你毋信，就算你无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你认为你已经犯了真侪错误甲罪犯，但是会记得上帝疼你。伊期待你认捌伊所做的代志，会当伫你的生命中来显明、了解，伊是疼咱的爸上帝。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唱一条诗歌，《疼我的天父》。这条歌内底讲起，有一位疼我的天父，伊永远袂放弃我，伊的疼痛甲我伫地，我知影伊真关心我，我知影伊真关心我。虽然有危险艰难。嘛有悲伤甲失落，只有你是我的瓦靠，我知影伊拢会看顾，我知影伊拢会看顾。吸引我，圣神来吸引我，挖掘你的心，
享受你疼无限无比的疼。我疼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咱做伙用这首歌，咱做伙来吟。有一位疼我的天父，伊永远袂放散我，伊的疼通甲我伫咧，我知影伊真关心我，我知影伊真关心我。有艰难，嘛有悲伤甲失落，只有你是我的依靠，我知影伊拢会看顾，我知影伊拢会看顾。我困你心，享受你疼无比。我爱你，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困你心。享受你疼无比，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的上帝，阮意爱亲近主，全能的上帝，阮嘛要感谢主你，感谢主你的灵。伫急时的中间，常常咧感动阮的心，帮助阮的生命，互阮明白主你美好的心意。感谢主你今仔日通过你的话语来，互阮更较深来了解。伫你一切所要做的工顶面，无所增加，嘛无所减少，是要爱互阮明白你所命定的计划内底，爱阮来认捌这个相信生命的主权。就爱交予主，用信心的态度，好好来追求甲主你结连的机会。当阮会当真实来体会甲主你亲密的关系的时，主愿知你也要启示阮的生命，会当哪来哪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阮恳求主你怜悯阮，有真侪时阵，阮靠家己的能力、智慧在认捌主，阮无愿意顺服主你圣神的引带。以致到阮的生命，阮的一生是落草在认捌主。主啊，求上帝你帮助阮，对着上帝你的心意，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来行，好好昆读圣经，灵修祈祷。阮需要好的福音、真理活命的话，真实帮助阮认捌主你的呼召，成做主你真实蒙恩的囝儿。主啊，恳求上帝你。搁一摆帮助阮，让阮互阮有信心来普天的人传扬福音，互人知影看见阮的生命会无相款，就看见耶稣基督有基督牺牲的疼，无计代价分享的行动，有丰富的气力，望的人生为主来活。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真实活出上帝你所疼的生命。主啊，阮也要特别。为着即摆风台所带来的伤害，无论是中国，无论是日本，无论是韩国也好，无论是台湾的原住民也好，恳求上帝你拢会当赐福帮助因，手赐气力互因，安慰因，怜悯因，赐福伫因头前的道路。检查有的人因为安尼来失去因的厝，失去因的生命，求上帝你毋若将安慰手赐伫因，嘛将新的气力手赐互因。互因有机会认捌主，互因认捌上帝你是少数人活命的主宰。求上帝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赐福伫阮的生命。同心祈祷，恳求
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起立。主求你降下，愿献献奉献，愿满心感谢，已经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行行日，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公道时间，咱用去就，咱就摕咧吼，一人一人，咱就即遇到事况，咱就遇到这个就是有信徒的人员，就是等于有当讲在当中，有啥有教会青年人讲，教会文化，就是我对了。教会的宣告，传福音第六就是为了教会新家庭关怀讲述祈祷。第六就是头拄牧师已经传咱祈祷了吼。咱开声，咱三角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听我来主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阮一时我免为着阮信徒的灵命来修正来祈祷。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拢有咱归信的心，阮教会会当得到进展，无你的名得到荣耀。主，阮为着当讲菩萨祈祷，愿主你透过求主你凡享受阮地位，阮每一个人拢有归信的心，你教会每一个工作拢会当用阮的主你所赐，阮的恩赐来奉献到你，互教会得到帮助。就阮为着教会的青年，也是同事讲来祈祷，求主你互因细汉的时，互因敬畏的心，互因无才的心，大汉的时。让加做一个基督的精兵，然后你使用。是我呢为着阮现看的问题来祈祷，求主你互阮也个欠项，个500-600几万的欠项需要贷款需要现，求主你来帮助阮，阮每一个人拢会甘百倍上的以三结的心来起做一个开咱有听的教会、建成的教会，我们为着教会宣告，可以来祈祷，求主你就是阮每一个人。阮拢接受主你的使命，让同人一世人得到福气。阮有新家庭来现看来祈祷，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对着新人来进入教会时，会当
疼心来印出来鼓励教会，我因参加的教会，每一项的工作拢会当得到教会的这个帮助。所以我认为这个教会喺风台造就来祈祷求主的帮助，这个风台会当得到主你里面，阮每一个人拢会当谦卑顺服伫你的面前，知影阮是一个真正有份的人，阮会当得到主你的听，得到这台湾会当紧紧这好重建的工作得到顺遂。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你选召阮成做主你的工，但阮开了不够，求主你着拄起阮心内的一切罪恶，阮会当对你啊来得到开力，会当去做主你所交托一切工作。求你也保守阮，免得阮的言语行为来成做抵挡圣神的一个阻碍，拄起阮心内一切无讨你欢喜的事，阮会当接受主你全备的救恩，不但家己得到好处，也会当。互别人得到帮助，求主你也赐阮兄弟姊妹有同心合意的心，互阮伫教会内面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学习，真做有听甲合意的教会，互你的教会得到荣耀，高举主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阿门。咱这是来行，主听阮祈祷。这是来行几周报，我来报告。下周新港事务人员，请咱家己看。咱来看消息通知。第一，本主日是父亲节，主日祝福所有父亲快乐，愿主祝福每一个父亲，拢有刚强的心，会中尽守每一个人礼券吼，表示敬畏哦。咱这个父亲节一当一届的吼，咱做这儿女的人，就表示咱孝敬的心哦。咱会当带阿爸去父亲哦，阿爸去食一顿哦，毋通迄落种重视这个母亲节哦。安尼母亲节包围两下，也父亲节才走到无半下。哦，安尼就做爸爸的人哦，足辛苦的哦。我足辛苦的。第二，今仔是小组聚会哦，照常举行哦。鼓励兄弟姊妹哦，生命分享激励生命的小组聚会，照常举行哦。中会消息咯，咱台南中会教社部举行2023年救护车甲防灾的课程哦，目的是要举办救护民防基础性训练，协助教会会友建立救护甲防灾观念。这个日期是8月19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1点45到4点哦。地点伫太平间教会。第二，全国基督徒适婚青年哦，联谊活动哦。这举办这就是要讲较清楚的，就是要去相亲啦吼。咱有兴趣的，咱来真有参加呢哦。下面咱方言哦，咱请家己看咧哦，有问题想回去无竞争去竞争啦吼。咱来今仔来咱来念者，今仔即个金句哦，台语、华语念一解哦。你若听我，就要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章15节。我伫这个咱大桥教会哦，这40几岁哦，到现在哦，伫这个讲台顶哦，安尼讲的事的嘛，差不多到这个半当年满70岁哦，我发觉我伫徛伫遮是咧讲的哦，敢若拢无啥熟相哦，有些
出现这一个问题，会小可大忌吼，有时请多多包涵哦，因为人若年纪到吼，咱身体所有器官哦，拢会退化哦，所以。你边兄弟讲吼，学习做主的差派，学习做主的差派，好，什么意思？他拄仔毛长咧讲的意思就是讲吼，伊咧爱传承啊，爱有人交接啊，好，这中间吼，真的教会有长职哈，这个长职都是有年限的了哈。但是我们教会哈，其实我们要更多传福音，带领更多人，所以其实牧师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有负担，你有负担，吼，你感觉讲，我会当为主所用，互上帝来使用。伫教会无一定做中级哦，吼，你买当做位来服侍。但至少我感觉讲，这中级的吼，会顶面吼，咱嘛常常为着咱的中级同工来祈祷，嘛鼓励咱在座社青啦，吼，咱的社青，咱的年轻人吼，未来吼，看来我们教会一定要转型吼。就是要这个长子一定会非常年轻哦，吼，会慢慢年轻化了吼。好伫遮吼，牧师来补充报告吼，牧师先来介绍咱的新朋友，就是这个李金蛋姐妹吼，咱请伊起立，咱拍鼓仔来欢迎，欢迎伊。伊本身是这个金会这朋友啦吼，金会这朋友，嘛真欢迎长马来参加这华语礼拜哦，听2场哦。我讲你华语台语拢听有，伊讲我拢会使。听我讲你甲阮当做，我牧师就邀请他说，把我们这里当做就是自家人吼，欢迎你这样伫阮中间彼此大家人拢是互相鼓励甲支持的所在啦吼。好欢迎你来吼，欢迎你来，咱等下互相请安的中间，甲这金蛋，蛋是这个元旦的蛋，金蛋哦吼，毋是迄蛋，毋是迄蛋哦吼，是诞生的蛋不是，是。迄个元旦的旦，元旦的旦，李金蛋，好，牧师伫遮要邀请所有的爸爸，请恁做伙起立，咱会当来甲因祝福。伫爸爸节，爸爸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啦，来，咱所请所有的爸爸，请恁起立，咱是说单迄个，听互咱组织做聚会。明宏兄，你嘛是爸爸，来。父亲节快乐哦！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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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快乐！没，你嘛是父亲啊！来咱做位起立咱做位起立，咱做位来行平安礼。平安，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咱做伙来吟，听咱组织做聚会。咱今日嘛真欢喜吼，满足这嘛有转来伫咱中间吼，感谢主。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真感谢主。今仔日吼，牧师无介绍到，就是咱满足这。嘛平安倒来伫咱中间吼，完成手术。嘛，即摆伊是246咧洗药剂啦吼。嘛看伊气势拢加足好吼，感谢上帝，继续为着伊的身躯即个空喙的恢复会当紧紧来恢复。嘛真欢喜，即个玉成男朋友吼，陈发也祝福他们在接下来他们进入新的社会当中，他们有他们的课业，还有新的社会需要面对求上帝互因有智慧，
求上帝赐福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9首，俄勒上帝至高至尊。俄勒上帝至高至尊，这话的主万福万论，一念心善，一夜万民，永远乐乐地行诚实。阿门。主啊，敬畏主你的人，就爱认捌你；认捌你的人，也就知你伫阮生命中行侪侪新约甲技术。你呼召阮，引带阮，认捌你，也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就爱为主你做光做盐。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今仔日每一个人所领受，通会当伫阮的生活甲生命中来活出好的见证。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众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倒。